各位1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5月20礼拜三开出来号码01、20、21、23、35。来顶一期5月20，掠10粒无出牌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5月20，谈者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3、06、09、10、14、17、24、26、33、37、03、06、09、10、14、17、24、26、33、37。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。感谢收看。